一般大家拢认为只有考汽车驾照才会上驾训班，不过其实交通部对108年已经开始推动考汽车驾照嘛会上驾训班，因为根据统计，上过驾训班的机车违规甲肇事的比例拢大大降低。有上架性跟没上架性的，那么违规的这一个什么风险降低了这一个什么59%，好，那这个肇事呢也降低了36%。那如果我们在这个考完照之后，再参加我们的这个考后的道路的这个驾训训练，那个违规呢还可以再降到64%。地处台南市交通局根据机车事故统计，嘛发现多数拢是观念甲技巧无够所造成，所以市长委托专业支持该项交通安全宣导，要伫暑假期间加码补助上驾训班，总共2600块的学费补助，而且结合民间企业团体甲机车工会等单位，借出1000顶9000块的安全帽来销送，希望提升整体交通安全。事实上，它这个考试不管是笔试或是路考，都是对你将来在公路上、道路上行驶机车非常重要的一些专业的训练。所以说，我们交通部公路局这个提供每一位1300块，台南市政府再加码1300块，加上业者减价500块到900块，所以使得民众可以用非常低廉的价格就可以参加这个驾训班。这个部分千万大家记得再说，名额有限，只有1000个。该补助计划一直到9月30号为止，限量1000名。目前台南地区总共有9间机车驾训班，民众会当依照需求选择适合的地点。报名资讯会当到嘉义区监理所网站查询。台南新闻管制采访报道。